12月22日，以賽亞書52章7至10節，在山上報佳音，傳平安，報好信息，傳揚救恩，那人的腳蹤何等佳美啊！他對錫安說：你的上帝作王了。聽啊，你守望之人的聲音，他們揚聲一同歡唱，因為他們必親眼看見耶和華返回錫安。耶路撒冷的廢墟啊，要出聲一同歡唱，因為耶和華安慰了他的百姓，救贖了耶路撒冷。耶和華在萬國眼前露出聖臂，地的四極都要看見我們上帝的救恩。默想主題：佳音。我哋活喺無比自我嘅世代當中，到底乜嘢先至係福音呢？呢個世界有一位創造主，而呢位創造主愛佢嘅受造物，並盼望與佢哋建立關係。受造物亦都要喺創造主當中，先至能夠得着真正嘅滿足。呢個就係福音。默想你自己對福音嘅渴望。今日默想結束嘅時候，讓我哋再一次安頓自己，就剛才默想中所思所想，與主所談及嘅一切。此刻，上主呼喚你嘅名字，問你要什麼？你會點樣回應呢？將呢個回應配以你對主嘅稱呼，成為一個簡短嘅禱詞。吸氣，呼喚你對主嘅稱呼；呼氣，呼出你嘅回應。如果你冇特別想起任何嘅禱詞，可以參考以下顯示嘅內容，慢慢順住呼吸，重複輕聲誦念你嘅禱詞，直到你聽到提示嘅鐘聲。